祝愿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5月3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7篇，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7节，启示录22章第6节到第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实可靠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永远袂改变，伊必定会照伊的应允实践，并且赏赐予人稳定。咱就用这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来看吼。虽然有人讲上帝已经袂记这以色列人竟然已经有430年之久，或者是讲咱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。经过430年，伫埃及的以色列人已经袂记得上帝，但是上帝竟然无袂记得因。上帝呼召摩西来成做伊解救以色列人的这个仆人，也无有袂记得伊对摩西的应允。伫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7节记载着摩西甲上帝中间的对话。上帝对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上主，你有交代我，着带这个人民去迄个所在。毋过你无互我知要派什么人甲我做伙去。你只有甲我讲，你指名警调我，搁真意爱我。你若真正意爱我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，通得到你的稳定。求你会记得这个民族是你的子民。上帝讲，我要亲身甲你去，互你安心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你若无亲身甲我去，就毋通叫阮对遮上去迄个所在。阮要安怎知你有好款待我甲你的子民？皆毋是因为你有甲阮做伙去，互阮甲你的子民甲地上万族有分别。上主又对摩西讲：你讲这项代志，我会做，因为我意爱你，佮指名警调你。上帝应允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虽然伊差遣摩西去埃及，但是上帝并袂记得因，因为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约翰伫末后的教会互因的启示预言的中间，也提到着上帝的信实可靠。启示录22章第6节到第9节，约翰安尼讲：天使甲我讲，这的话真实可靠，因为感动众先知主上帝有差伊的天使，一定随时会发生的代志指示予伊的众仆人。耶稣讲：看，我念边来，遵守这本册预言的话的人真有福气。我约翰就是亲身有听见，佮看见这的事迄个人。我听到佮看了以后，就拍落，伫将这的事指示我的天使的脚前，甲伊拜。不过伊甲我讲，绝对毋通。我甲你以及你平平做兄弟的先知，甲遵守这本册的话的人，拢平平是仆人。你着拜上帝。上帝是信实的人呢，当然人嘛来用信实来敬拜上帝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约翰安尼讲着，遐遵守这本册顶悬的话，就是上帝的仆人。那亲像耶稣基督甲这个古井边的妇人人讲，敬拜上帝着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。那安尼，咱就会通来领受上帝信实的稳定。诗篇97篇，上主做王，大地着快乐，正海岛着欢喜。
密云甲黑暗伫伊的四围，公义甲正直是伊的宝座的地基。火行伫伊的面前，烧伊四围的对敌。伊的四呢照光世界，大地内底都看见都摇颤。伫上主全地的主的面前，正山亲像那朝阳。天宣布伊的公义，日邦看见伊的阳光。所有服侍雕刻偶像，用虚假的生命来看考的人，拢会见效失败。正生命拢着敬拜上主。上主因为你的审判释安看见就有欢喜，犹大的城嘛拢快乐，因为上主你至权盘过全地，你至尊超越正生命。上帝所疼的人万分歹，伊保守以圣的子民的性命，救因脱离歹人的手。光为着义人出现，喜乐为着心正直的人准备。义人就因为上主欢喜，称赞伊的性命。感谢上主用信息来款待阮，因为你的大疼痛享受稳定甲救赎。感谢主，伫阮也未认捌你，甚至离开真道时，犹原享受圣罪稳定的恩。福源，感谢上帝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